阿輝啊，今日幫大家介紹碧海銀湖嘅呢個係130平方嘅一個樣板間嘅介紹。我哋睇睇，呢度單位嘅最大特色，佢係靠湖單邊別墅，而且係拎埋裝修，總價只需260萬起就可以買翻咁大嘅別墅。入門可以見到一個好大嘅一個入戶花園。咁佢可謂將裝修做到唔錯嘅一個選擇。咁平時我哋大灣區一啲香港朋友翻大陸過來生活定居嘅話，江門首死地方嘅話，如果玩得 happy 嘅話，可能係呢個位置係最啱㗎啦。呢度畢竟有山海湖園林，而且中意釣魚嘅朋友或者係浸溫泉嘅朋友，呢度位置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咁呢個係一個功能間嚟嘅，可以做一間房或者係一個保姆房都可以嘅。入邊都係一個套間。我哋打個鏡可以睇睇。OK， 咁我哋出嚟嘅話，佢呢個係屬於係一個房間入邊下沉式嘅空間，佢周圍變成一個園林嘅一個位置，咁睇起身都好舒服啦。咁你如果一入到房間，可以睇到咁嘅園林嘅話，咁絕對係物超所值。咁我哋再入翻個房間睇睇。OK， 咁來到我哋一樓嘅一個一層單位，咁呢度係做咗一個西式嘅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仲有一個辦公室嘅一個設計，咁顯得呢間屋嘅好典雅大氣。咁仲最主要，我哋呢度一樓出去做咗個溫泉嘅一個使用。咁夏天嘅時候過嚟可以感受涼爽，冬天嘅時候感受溫暖。而且呢度仲係一個最靚嘅啦，係一個釣魚者嘅最愛嘅地方。呢個可以做一個碼頭，可以喺呢度出去可以海釣，或者係去海邊玩都非常之舒服。咁如果係呢個位置，你企喺度就可以享受私人碼頭。咁呢個單位嘅最重要嘅一個要點。好，咁接續下嚟，咁我哋睇埋二樓一個佈局。咁呢個二樓一個好大嘅一個中空嘅大陽台。咁我哋呢個走廊行過去嘅話，係一個非常之充足嘅一個活動空間。咁開發商做咗呢個陽台變成一個陽光房。咁平時我哋有朋友過嚟呢度可以曬太陽，飲個下午茶或者傾下偈，非常之寫意舒服。咁呢個位置咧，佢實用率係好高嘅，去到80平方左右。OK， 睇完嗰個連廊嘅一個陽台之後，咁我睇翻個二樓嘅一個佈局。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江景大房嚟嘅，屬於係主人房套間。然後咧，佢所對面嘅一個全部做晒落地玻璃窗，咁啲陽光灑落嚟非常之 like。咁我哋見到呢個湖景都好舒服嘅，係嘛？咁你如果日日朝早起身就可以望到咁舒服嘅環境，咁心情會特別舒服。咁好多香港嘅朋友過到江門嘅話，咁呢個位置肯定係一個首選嘅地方。咁作為我哋都希望多啲香港人過嚟實地去睇睇呢度嘅一個居住環境。咁呢個係一個主人房嘅套間啦。睇完之後咧，隔離仲有一個房，我哋睇睇。呢個屬於可以做一個 BB 房或者係父母房，都屬於套間嚟嘅。而且佢呢個湖景都唔錯，都比較舒服寫意。咁 OK。咁呢個嘅位置咧，佢咁二層我哋都睇晒啦。咁我哋而家就睇翻剛才講嘅要點。OK， 咁頭先綜上所述，咁我哋講嘅呢個別墅，佢建築面積係130平方，使用面積係300方左右，加一個靠湖嘅自己碼頭，單邊連排別墅。咁呢個嘅價錢咧，依家係260萬就可以啦。首付只需要1.5成。OK， 如果需要嘅話，大家可以 WhatsApp 我。拜拜。